兄弟大家平安。是，咱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啊，小朋友 OK 了吗？好，礼拜前咱请牧师为咱来祈祷者。这回来祈祷，一起来祷告。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有好的天气，也恳求你祝福伫阮的中间，互阮会通过下早起的敬拜，阮表达出阮愿意就近主你的心，阮对主你的虔诚，也恳求主你真正赏赐你的稳定甲祝福伫阮的中间。特别今仔日，阮有兄弟姊妹要来伫众人的面头前誓约，要入教会，诚侪主你的儿女，阮用欢喜的心为着因来祈祷感恩，也求主你继续看顾伫因的生命的中间，诚侪因生命的主、家庭的主。阮将下早起整个的礼拜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主扶持帮赞。伫咧面头前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主吼，咱会当伫国际汉尼济疫情的中间，咱台湾阁会当安尼有较安定，会当拢来会当自由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吼，这是咱咧感谢主吼。咱即个月的月诗吼是433首，一年过了过一年，上帝恩典满满是，逐项福气依次交臂。我心感谢来吟诗吼，这首诗吼就是罗为伊都牧师伊所做的啦吼。啊，伊内面的真济情绪伫即个内面吼，基本上都是咧关心台湾吼。啊，对过去、现在啊，侪的故事伫个内面。啊，这诗歌吼，都是最主要就是感谢上帝啦吼。啊，特别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吼，咱是正经爱来感谢咱的上帝吼，特别来看顾咱吼。啊，即首歌甲一般的诗歌较无共款，有一点仔甲诗歌吼，咱咧唱圣诗的诗歌，敢若较无共款吼。咱来练，无要紧吼，真好听。你哪吟哪真好，哪好听吼，是较歹唱一时啊吼。头拄啊，思琴已经弹一遍啦吼，好来哦。一年过了过一年，上帝恩典满满是，逐项福气依次交臂，我心感谢。来吟诗，搁一遍第一节来。一年过了过一年，上帝恩典满满是，逐项福气依次交臂，我心感谢。来吟诗，第二节来试看觅。咱的向头美丽多，四季那春是彩虹，大家当是三好三条，虽然有雨阳，免惊吓。搁一遍第一节、第二节。一年过了过一年，上
上帝恩典满满心，单行好气，耶稣照庇，我心感谢来吟诗第2节。咱会向他美丽道，富贵如春是在后，大家当时才好撒跳，虽有风雨免惊吓。来，试看卖第3节。最最同胞也袂死，传播福音都惊惊，求主怜悯，是路拯救，为着我骨肉之亲。真好，真好听，还佫大家足敖的，安尼一时啊，就甲唱起来。我练偌久咧，安尼足歹练的安尼吼。好，我感觉你愈练愈唱，啊愈感受到上帝的听，正经伫咱的内面啦吼。好，安尼咱小等下佫唱，来，请咱献开354首。这拢唱咧熟的歌吼，354首。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就属魔鬼逆天之意，照天逆断，就受刑罚。我靠家己袂为多脱。咱唱第1节、第2节就好。来，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就属魔鬼逆天之意，照天逆断。就受刑罚，我靠家己袂为多脱。第2，将悲伤代志大纷飞，减算咱人罪已惊累，将家体力担当罪过，星星观念。咱人大罪来出世，上帝要顾遮尔疼咱世间人，找伊的独生圣囝，咱的主耶稣基督来降世。咱今仔日嘛要守圣餐吼，守圣餐就是搁一遍的印记纪念。我毋知影咱是特别咧守圣餐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搁一遍吼？真体会到上帝是真正是咧疼咱啦吼。好，咱即摆来献开359首，359首，在早上帝默示上圣经。咱这短短咱的4节唱完，咱就来准备礼拜吼。来。在早上帝默示圣经，默示我的活动，恭喜就在千教刚强，演习来开。主君临终，圣女伴餐，家罪救赎应记，红蓝笑脸，羞罪苦难，也望天东。
主的天顶桥，蓝调世高，虽然有罪，各种沙通有风，总是不必各处主会的地之相过，才能别烦心。就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关心恁；亲近上帝，伊就亲近你。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这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请咱三个唱圣诗来学了上帝。圣诗第433首。圣诗433首，一年过了，搁一年；一年过了，搁一年。上帝恩典满满是，逐项福气依序交备。我心感谢来吟诗，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一年过了，搁一年，上帝恩典满满是，逐项福气依序交备，我心感谢来吟诗。咱的乡土美丽岛，四季如春实在好，大家当时三好三听，虽有风雨袂惊吓。
对罪同胞也袂死，传播福音着赶紧，救助人民失落拯救，为着我国就有支持。请坐。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就部第7页嘛有。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不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这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咱三角来启应，咱看到启应文第33篇，圣诗后面启应文第33篇。33篇，也就是诗篇139篇，请咱三角来启应。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拢嘛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通多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热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予我无歹行行为。咱过来吟圣诗305首，圣诗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懊恼感谢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懊恼全能主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全能主上帝。
一大救主，正通上帝照顾人类的天父，赐归温泉，赐福天的残风出山，不愿欠亏，阿罗只愿主上帝。人生条件主的面，你是全能永高上帝，永远伫你天顶对阿罗，只成主上帝。请坐。这是献诗，咱请主席了。因要念的诗是我欢喜，因为我属主耶稣。这是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我们搁一届感谢你的恩典。阮伫7月头一日，阮众兄弟搁一届通组织做伙来学了你的圣名。主，你是恩典的主。你是大施疼痛的主，愿出愿入，利龙保守愿。主，我们感谢你，在2000几年前，你为着阮定的十字架，为阮流血赎阮的罪，拯救了阮，甲阮立一个新的约。主，但是阮思考阮人类。却常常袂记得你的恩典，阮自大，
阮自夸，小小的财物，阮就掠做愿赢过你，比你较敖，来离开你的路。主求你搁一届赦免阮的无知，阮的愚妄。主伫这个新春的时，阮也要感谢你，过去一年你的眷顾，你的照顾。阮感谢你伫过去一年，互台湾这个土地无受到疫情的影响，过着正常的生活。阮也要感谢你，伫过去一年外的憔悴，你有拣选你忠心的奴仆科牧师担来到阮的中间。阮也感谢你，伫过去阮无牧者的期间，得到李牧师传道真好的引带甲教导，互阮木山教会有缘徛在伫这个所在。阮也要特别感谢你的引带。互文山教会会当迈进130周年，互福音继续伫白沙地区代代来流传。阮也真欢喜看到阮的细囝有缘围雷伫你的头前。主，阮即马要将今日的圣礼典甲敬拜搁一届完全交托伫主。求主引带感力，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圣经，咱来看约伯记第23章，记伫旧约560页。约伯记23章，第一节，约伯应讲：当我的哀怨算作赔力，我所受的责罚较重伫我的土气。愿我会知对怎样找上帝，互我通到伊的座位。我要摆列案件伫伊的面前，我的喙教业通辨明。我也得到知伊应我的话，也明白伊对我所讲的。伊兼要用大宽容甲我计较嘛？的确无安尼，伊要压落听我，伫遐正直的话甲伊辩论，安尼我要永远脱离审判我的。看，我进前去，伊无伫遐；我退后去，也无看见伊。伫倒边，伊在行代志，我看无见伊；伫正边，伊点捌，我也无看见伊。第10节，总是伊知我所行的路。伊试炼我了后，我要亲像过锻炼的金。我的骹缀伊的骹步，我接受伊的路，也无偏错。伊喙唇的命令，我袂捌违背。我对中伊喙内的话，赢过我所着用的美牛。伊有一定的心志，治罪会甲伊活转啊！伊的心所爱的，就惊伊；所甲我定着的，伊要正伊。
即号的事伊还有做多，所以我伫伊的面前日喘，我想到就惊，因为上帝互我适当，专能的互我日喘，因为我的惊吓，毋是为着黑暗，也毋是因为黑暗遮盖我的面以上。这是咱请李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追求上帝的约伯，追求上帝的约伯。请咱做伙阿头来祈祷。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头前，阮用一个敬虔的心来就近你。主，阮也用一个细囝的心来就近你，因为阮知你疼阮。主，恳求你的灵甲阮三甲伫地，特别互阮对主你的话语的内面来得到鼓励。伫阮的生活中间，阮所经历每一个恩典，阮拢通好孝顺记牢伫阮的心中。伫阮所经历的艰苦、问题、苦难，也会通经验到主你伫阮的身躯边，甲阮伫地带领阮、保守阮、引导阮行过死命的山谷。主，阮求你的神甲阮三甲伫地，特别伫今仔日阮的圣礼典的中间，会通得到主你满满的恩典甲祝福。主，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愿主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再来平安，真欢喜，搁一届吼，连续2礼拜来到伫咱的中间。今仔日咱有洗礼，有圣餐，伫咱过年进前，咱会使搁一摆，通过即个圣礼典，咱搁来思想，咱家己当初时，怎样决志，怎样来到伫主的面头前，怎样欢喜，来。受洗成做上帝的儿女。伫当年的正月初六，就是1月6号吼，正月初六。伫教会历的顶头，其实有一个日子伫咱长老教会较少咧提起即个日子，也是讲即个日子是主显节。因为是主显节，所以咱较少有啥物款的仪式咧庆祝。即个主显节。伫西方是庆祝耶稣降生了后，东方的博士来条件耶稣的迄个日子，这是西方因的主显节的意思。所以咱圣诞节咱咧演戏剧，咱咧讲东方博士来到伫即个所在，看到来条件耶稣。即个故事伫西方就诚侪主显节，伫东方这是咧庆祝讲耶稣伊。30岁的时阵，伊要来传福音的时阵，要来宣讲上帝国的福音的时阵，伊有互约翰行洗礼，约翰来家己洗礼。我想咱即个故事咱嘛应该真清楚。伫迄个洗礼了后，上帝亲身向世间人显现，讲即个是我所疼的囝儿。所以主显节有即2个意思。无论是博士来显现迄个婴仔，也是伫行洗礼约翰帮耶稣洗礼了后，上帝的显现，伊代表一项代志，就是救赎的恩典。即个行动已经照着耶稣基督开始啊！上帝即个新的约，也是讲上帝甲人重新用一个恩典救赎的约，即个行动开始啊！所以。教会历用安尼来做一年的开始，照着耶稣基督的行动甲伊的教示，来开始进行。拄好伫1月初4到初10即礼拜的教会公报的内面，我有读到一篇的见证，是一个作者伊写着讲，伊伊少年时无想要洗礼，但是。后来伊有洗礼，伊甲迄个无想要洗礼的原因，伊有伫迄内遐写出来。我甲其中一段摕出来，甲咱大家分享。伊讲：我已经确信有一位上帝，确信耶稣活的，
安尼就无需要注意即个仪式。教会牧师来厝林中间探访，甲伊讲，莫做独行侠吼，无个体户的基督徒，无有迄个个人的基督徒啦，毋是独行侠，基督徒毋是独行侠。哦，但是伊讲伊悠然欢喜一个人，过着一种隐秘的基督徒生活，就是迄种藏起来的基督徒的生活。人假使毋知影伊是基督徒，也是讲伊就知影伊家己是基督徒就够ig人知影毋知影无啥需要，人有洗礼无洗礼，其实对伊来讲无啥无要紧所以伊感觉伊真适合即款的生活，伊嘛真欢喜即款的生活伊常常会伫迄个捷运顶头伊咧上班的时阵，在捷运的时阵伊伫车顶底读圣经。有一天，伊就读到耶稣受洗。伊伫迄内遐读到圣经讲，咱安尼做是合宜，因为咱合宜，就安尼来尽隆重的义。因为咱合宜，安尼来尽隆重的义。和合本的圣经讲，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我们理当尽这样诸般的义。伊的目睭忽然间看到即几字，然后伊毋是第一届读到即段圣经，过去伊无啥物感觉，但是当迄届伊咧读的时阵，伊迄几字特别互伊注意。伊忽然间伊咧想讲，耶稣敢需要洗礼？如果无做耶稣为着尽合宜这个义来为着来认同证人，主动要求受洗礼。那安尼，啥物款的理由，伊家己无需要受洗礼？啥物款的理由，伊会当毋免受洗礼？忽然间，伊心肝全大着惊。伊讲，伊家己实在伤过冲动，伊伤过骄傲，家己无想要做的代志，会通找着千百种的理由，但是伊甲耶稣的所做摕来甲家己印证的时阵。伊发觉伊的理由徛袂牢无做耶稣都拢主动家己要求要受洗礼，为什么伊会使毋免受洗？伊想讲，这就是伊家己迄个老的我来伫迄搭遐来作怪，迄个骄傲的伊家己来作怪，所以对迄当阵开始，伊决心洗礼，也伫无偌久了后，伊就受洗礼。然后伊接续写讲，受洗礼了后，日子忽然变甲坎坷起来。受洗礼进前，伊照着家己的性情，照着家己的意爱来度过每一天，追求一寡小小的成就，人生一帆风顺。但是受洗礼了后，伊的工作一直有问题，人际关系哪来哪无好，身体嘛出状况。伊开始咧想讲，为什么会安尼？为什么会安尼？洗礼进前一帆风顺哦，洗礼了后开始啥物代志拢出问题，啥物行做拢出问题。耶稣真行洗礼了后，就接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了后。伊讲这是爱尽咱着合宜，着安尼来尽隆重的义。但是耶稣伊会使毋免受洗礼，因为约翰甲伊讲，是安怎是我甲你洗礼，我应该互你洗才对。因为约翰有特别讲，伊迄是悔改的洗，耶稣的洗礼是啥物？灵的洗。所以咱咧讲耶稣是谦卑的，即个谦卑毋是用嘴讲的，耶稣是真正用伊的行为讲的。因为安尼，即个作者伊嘛对安尼去了解到伊伤过骄傲。即个作者伊的见证大概真困难。即个作者的见证大概真困难出现伫成功神学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伤过害啦。为什么伤过害？
是安怎一个人生了了，伊的日子全变甲坎坷？是安怎生了了，伊的日子全变甲无顺利？伊所做的一切拢全伫迄台遐忽然间出现问题。为什么生了了后工作出问题，人际关系出问题？这改成个无应该伫生了了后出现的才对，敢毋是？咱接受洗礼，代表要倚靠上帝啊，代表我属于上帝啊，代表上帝应该爱甲咱保护啊，代表上帝应该爱大大祝福伫咱的身上才对啊。安尼为什么苦难颠倒伫洗礼了后出现？为什么会伫洗礼了后出现？洗礼了后，算毋是代表咱就是一个真用心、真遵守上帝的教示，然后真决定专心倚靠上帝的一个的行动吗？咱敢有做毋对？无做毋对啊！即个人有做毋对去无？咱一定讲无做毋对去，因为欢喜伫教会内面洗礼，诚侪咱的会员，咱会当甲咱陪参会员，会当甲咱做伙诚做上帝儿女，咱拢足欢喜的啊！搁一条灵魂来得救啊！但是伫咱的想法的内面，就是应该即款的人会通特别受到上帝来祝福，至少伫洗礼了后，头迄段时间应该是爱看见上帝的恩典甲祝福吧。即个代志，我想咱若转来搁看伫约伯的身上的时阵，咱顶礼拜有甲咱讲起约伯的遭遇。咱搁转来看伫约伯的时阵，我想咱会发觉讲，约伯是毋是约伯的情形，甲即个人的情形，甲成个真类似，敢毋是？一个公义，一个无做歹代志的好人，伊的生活伫迄个所在来拄着大问题。一个对上帝真有信心，伫节运上班的顶头会读圣经的人，伊伫迄个所在，伊欢喜告别伊的信仰来洗礼入教会的人，应该受上帝祝福的人，但是伊洗礼了后，伊的生活开始非常的无顺利。这实在是甲约伯真正有共款。如果若是换做咱拄着遮个代志，咱会安怎想？咱会甲约伯共款的想法无？讲我也无做了毋对去啊！我专心伫军队上帝，为什么我会拄着遮个苦难？上帝到底伫倒落？上帝到底伫倒落？伫即当阵，咱所读的圣经，约伯甲伊的谈判经过第一轮、第二轮的对话。约伯的谈判伫遐一直咧用讲，约伯你一定有伫无意中犯错，也是无意中犯罪来得罪上帝，所以伊毋望约伯来认错，来得到上帝的赦免。伊一直咧苦劝约伯，但是约伯伫即当阵提出讲，伊想要面对上帝，伊要甲上帝面对面啊！伊若通甲上帝面对面讲话，伊就要互上帝知，其实伊无做毋对。伊就要互上帝知，其实伊的患难毋望上帝通甲伊讲到底是对对来。今仔日咱读的圣经的内面一开始，咱的周报顶头迄个经文，伊讲：当我的哀怨算做背逆。我的哀怨算做背逆，伊咧表明讲，伊到即当阵，甲成抑阁得甲上帝安那有一个对抗。伊遐个哀怨，伊讲会通算做背逆啦，伊口出怨言，去互看做是真敬虔的约伯，会埋怨呢，会口出怨言呢。伊讲即个算做背逆好啊，我的哀怨算做背逆。这个是咱无法度去忍受、去了解，因为虔诚的人，一个敬虔的人，是安怎会背逆上帝啊？一个虔诚的人，算是应该爱顺服上帝的安排吗？
如果若是安尼，伊既然口出怨言，这是毋是就会当诚侪上帝来甲约别定罪一个理由？但是我想咱嘛会通小可来想象一下，也是讲咱反省转来咱家己的心情，咱是毋是有若常常反抗上帝，无愿意顺服上帝？常常口出怨言。当面对事工的挑战的时阵，也是面对服侍的责任的时阵，咱是毋是有那常常拒绝讲啊？上帝啊，这我无法度。这是毋是有那算背逆上帝？当然，实际上咱无法度承担每一件的服侍，咱需要有选择，才会通互咱的服侍有好的品质，所以牧师感觉讲，某一个程度，咱的兄弟姊妹，咱会通选择，也是拒绝超过咱会通服侍的遐个重担。但是咱爱设置一项代志，就是咱的拒绝袂使成做咱无服侍的借口，袂使成做咱一直无服侍的一个借口。另外，咱是毋是有哪伫咱的服侍中间，咱常地埋怨、口出怨言？当咱在负责做某一个事工的时阵，也是咱在负责对一个聚会团契活动的时阵，咱是毋是常常伫迄台遐底埋怨某某人安怎，某某人安怎，某某人伫遐制造麻烦，也是我是安怎我的工课遮尔无顺利，我要做的代志拢做袂出来，我等。有当时咱的嘴无讲，咱知影讲咱无应该讲出嘴，但是咱的心中敢捌安尼想过？我想应该捌吧，因为牧师当时嘛会安尼啊。牧师家己有嘴无讲，但是心头有哪是有怨言的，有埋怨啊。那安尼，我要甲大家请问，就是因为咱的无顺服，因为咱的口出怨言，因为咱感觉咱无法度，所以咱想要拒绝上帝，咱去承担着一件超过咱开力能力会使做的服侍的时，咱遮的怨言，亲像约伯讲的讲，算做背逆，上帝敢有追求咱的背逆？上帝敢有追求咱的背逆？还是上帝有缘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帮助咱，互咱完成咱爱做的服侍？我常常会感觉讲，有当时喙安尼埋怨，但是当事工结束了后，迄个埋怨变做是啥物？变做是一个感恩啊，变做是一个见证。兄弟姊妹，你甲看，我会通完成这个服侍，是因为上帝的疼痛、上帝的引带、上帝的带领。若毋是上帝，我无法度完成这个。但是伫迄个过程咧，咱伫迄个所在埋怨，咱伫迄个所在甲上帝求伫迄个遐讲我袂使啦，等等这个代志。上帝无因为咱的埋怨，无因为咱的埋怨算做是背逆，然后上帝就伫遐定咱的罪。无，上帝颠倒伫迄个所在，听咱的埋怨，听咱的无够额，然后伸手继续帮咱，引带带领咱完成咱应该爱完成的事。好像是一个囡仔，伊超过伊要爱做超过伊的快乐的代志的时阵，咱看伊，咱做父母的人伫伊的身躯边看伊伫迄台遐在埋怨，但是咱伸手继续来甲伊帮忙，来甲伊带领，来甲伊完成，帮助伊会通完成。约伯伫迄台遐所埋怨的是伊发生伫伊身躯顶头的苦难。这个苦难去互认定是对约伯的一个处罚。
这个代志无论是发生伫任何人的身上，迄个压力拢是真沉重的。今仔日咱伫即个所在，其实我感觉诚侪即卖的基督徒是真幸运的一项事，因为咱只要信，圣神就伫咱的中间，就伫咱的心上，就伫咱的内心。咱超找上帝，无需要往外口来超找，干那需要往心内来超找上帝，就伫迄搭遐。咱无需要四过去走教会，咱无需要四过去，亲像人咧走庙宇共款，要找对一个神较灵较啥。咱无需要去逐间教会走教会，要找对一个教会安那上帝甲先较灵较啥。其实我想若找教会的人，甲先是要找对一个牧师较会讲道啦，毋是要找对一个上帝较灵较啥。上帝拢共一个啊。伫迄个时阵，咱无需要往外去超找，咱的内心来祈求上帝的神伫迄个所在。毋过伫约伯迄个时阵，因是需要为着家己的所行所做来献祭，通过祭司等等遮个仪式来向上帝表达讲：主啊，我有犯罪，求你来赦免阮的罪。所以咱有看见讲，早暗因爱有悔祭，因若做了毋对去，因爱有赎罪祭；因若感觉无平安的时阵，因爱有平安祭。今仔日咱遮个物件拢毋免啊。通过耶稣基督，咱的内心超出上帝，就伫咱的内面啊。约伯伫迄搭遐，其实伊足期待一项代志。为什么伊无要搁甲伊遐的好朋友伫遐辩论？因为因好朋友所讲的代志，对约伯来讲，这个代志我拢知影。恁所讲我无遵守到的代志，其实我拢有遵守到，所以约伯真期待是伊会通甲上帝面对面来讲话，因毋茫超找着上帝，然后会通甲上帝讲好清楚。伊所期待的是亲像法庭顶头咧讲的迄个无罪释放。原本就是无罪嘛，所以是去用冤枉的，所以爱无罪释放，毋是因为人民恩典迄款的赦免。约伯其实毋是坚持讲伊伫伊的行为，伊的所行所做是真完美，拢无毋对的。其实毋是，咱知影约伯伊真直接，就伫遐承认讲。伊伫伊少年的时阵，伊伫年轻的时阵、幼年的时阵，伊就犯过错误，伊就做过毋对。所以约伯伫上帝面头前得到上帝看做义，毋是因为伊完美的行为，毋是看到伊的行动，是伊对上帝的敬畏，是伊对上帝的敬畏。约伯讲伊准备好要向上帝来讲伊的案情，但是互约伯真苦恼的一件代志是，伊改成咧找无上帝。伊承认讲，迄个上帝改成咧是一个恬恬的上帝。伫迄个找无上帝的过程的内面，迄个上帝是安怎会变甲恬恬？过去伊改成咧甲上帝真近，伊改成咧常常会通感觉伫上帝伫伊的身躯边，但是伫即当中。伊感觉迄个上帝已经变做一个恬恬的上帝，伊改成咧找无，所以约伯伊承认讲伊看袂到上帝，伊甲上帝迄个关系、迄个联系改成咧无去啊。即款的感觉有当时嘛会伫咱的心中，敢毋是？特别是信主久久的兄弟，我相信咱一定有即款的经验，咱甲上帝迄个关系。过去改成咧真亲密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改成咧无去啊。特别是伫咱发生一寡苦难的事，也是病痛的时阵，咱祈祷改成咧得袂到上帝回应的时阵，咱真正有一寡感觉，到时上帝，你是毋是已经离开我？是毋是你无听我的祈祷？你是毋是已经气杀我？长时间一久，甚至咱会放弃，咱可能会对上帝感觉深深的失望。但是约伯即款的情形的下面，伊进一步去宣告：
上帝悠远看顾伊的脚步，在伊的心的纯洁。虽然感受袂到上帝，但是约伯悠远跟缀上帝的脚步，遵守上帝的旨意。上重要的是，约伯无因为感受袂到上帝，就归去尊叹家己的欲望。真个这个信心是真大、真重要的。因为当咱经验袂到上帝，当咱改成个感觉上帝点点，改成个无插我的时阵，咱的信心要安怎维持？咱敢有够野的信心，欢喜继续跟对咱的主？迄个过程是艰苦的。迄是一个死荫的山谷啊！伫迄个死荫的山谷的内面，约伯伊并无因为安尼就讲啊，上帝就无啊，即个上帝是假的，即个上帝无去啊，无，伊悠远在上帝，悠远跟对上帝的脚步，悠远遵守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无简单的一个信仰。伫13、19、17节的内面，约伯好亲像陷入一种有自信佮惊吓的迄种的摆档的中间。约伯伫迄台遐咧表达上帝的宽平，甲人对上帝敬畏的心。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有伊的旨意甲安排，这是咱拢承认的。但是面对着圣洁的上帝，人原本就应该会有惊吓，毋是干那约伯才安尼。所以约伯伫遐咧讲，互我惊吓的是上帝，毋是黑暗。虽然我的四周围已经是黑暗嘛，我可能看袂到，伫迄个黑暗的内面，互我惊吓，毋是黑暗，是上帝。约伯的心是光明的。约伯对上帝有真深的认捌，伊无因为伊的苦难来否定上帝。伊虽然伫苦难的中间，伊继续承认上帝伫伊的心中也阁有侪的计划。一开始咱有提起到迄个作者，伊讲伊原本伊做一个隐秘的基督徒，然后后来伊得到提醒，伊欢喜接受洗礼。洗礼了后，伊的生活就开始无顺利。咱来看卖啊，伊后来伊所拄到的代志是啥物？伊继续在写伊的见证。后半段的见证，伊讲：3年前的某一天，我受送出家护病房了，是伫西瓜的中间醒来，接续将近2礼拜，这个西瓜拢伫伊的耳孔边。虽然知影即场的病可能留落真严重的后遗症，我无有任何的惊吓，一切互我经历机体大倒的果效，体认到伊家己毋是一个完整的身体，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搁较明白上帝拆毁建立。伊有责罚，有管教，有怜悯，有慈悲，为着咱陪命的耶稣，凡事做咱的模样，伊会通带领咱行伫正确的道路顶头。我相信咱伫网络的顶头，咱其实找到即篇的文章啦。即个人无后壁的见证，毋是先讲先学哦。真正咧讲起着讲，伊洗礼了后，工课无顺利，身体开始出问题，甚至严重到安怎入加护病房。然后加护病房出来了后，无代表伊的身体已经好啊。伊讲伊的病会留落严重的后遗症。伊继续伫迄个苦难的中间啊，伊继续伫迄个苦难的中间。但是咱看讲。伊后壁的见证是啥物？伊讲这一切，互我经历机体大倒的功效，互伊体验到伊毋是一个完整的身躯，是基督身躯的一部分。伊去经验到兄弟姊妹的关心大倒，伊知影讲伫教会内面，伊毋是单家己一个，是咱整体兄弟姊妹陪伴祈祷。
关心，正是一个完整教会的身躯，耶稣基督的身躯。所以，伊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伊经验着、明白着上帝拆毁嘛有建立，有执法、有管教嘛有怜悯、有慈悲。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洗礼的兄弟甲姊妹，其实会早起伫社会内面，阮听到因的见证，伫因的生活内面，因有缘有拄着艰难的代志，有拄着艰苦的代志，但是因通过祈祷，也有通过咱兄姐对因的关心，所以因欢喜伫今仔日来受洗，来进入伫教会的中间。毋望咱拢会通伫咱的生活内面，有当时我相信，有当时咱会经验到咱即当阵的灵命特别好的时阵，咱甲上帝特别亲近。但是咱嘛有一段时间，咱会甲上帝，甲上帝离我远远，上帝毋知走去佗啊。咱的信心莫因为安尼就伫迄台下来失去。求上帝帮助咱会通有亲像约伯即款的自信，敢伫苦难的中间来超找上帝，毋望要证明家己的清白。佮较重要的是，咱是整体，咱是整体，咱毋是个人，毋是家己一个尔。你无孤单，伫教会内面你无孤单，你的孤单是因为你拢无互逐个人知影，你无甲家己看做是即个教会的一份子。只要你欢喜，请兄弟姊妹关心、祈祷、帮赞，我相信教会就是一个整体，咱就会通伫即个中间来得到帮赞，咱就会通伫即台遮来体会到你是即个团体、即个耶稣基督身躯的一体。求上帝帮助咱，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更较坚定的心来追求咱的主。咱三角額頭來祈禱。主，阮伫你的面頭前，知阮會軟弱，也懇求主你繼續來扶持幫助阮，幫助阮伫阮的生活的內面，無論阮伫啥物款的情況的內面，主，阮對你的心無改變，阮傾調佇你，阮緊緊跟對你。願主你的神引帶看顧佇阮每一個兄弟，佇你的面頭前，阮安尼同心祈禱，是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下面咱要來進行洗禮聖禮典洗禮要來請咱做伙起立，咱來吟聖詩354首，咱來吟聖詩354首。咱人既然帶罪出世，咱人既然帶罪出世，就屬魔鬼逆天之意，照天擬斷，着受刑罰。我靠家己無會逃脫，請咱做伙來起立，咱來吟全首。咱人既然帶罪出世，就屬魔鬼逆天之意。請咱社會書記來頭前來協助。請江炳和兄弟來頭前，咱來準備洗禮。請江炳和兄弟來頭前。
先起来，先起来。地平玉石的靠因，表明中心，坚固咱心，免的心心顺天欢。请坐。阮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拢已经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是因守，佮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比着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到互恁的罪赦免，佮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佮受洗礼。江炳和兄弟，我也安尼对你讲，你着亲信。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佮伫主耶稣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当你要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来告别你的信仰。请你来应答牧师的问题。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你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好，咱请兄弟姊妹，咱起立，来请你来归礼吼。好，江炳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佮愿你甲你的神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请起立。即人准备来宣告，江炳和，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的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小会的权柄，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阿免。兄弟姊妹，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到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伊，求你用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伊，也用恩典赏赐伊，互伊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
拄着试探的时保护伊，互伊为精进信仰的好精进。愿你的气力扶持伊的软弱，保守伊安稳伫你的疼，佮互伊为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逼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完全反悔，带阮转来归伫你，对答了后，会通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即当阵，咱来接纳，咱先来接纳吼，来请小会员做伙来行接纳的礼。好，来，好，大家人要甲抓手，好，恭喜。好来，咱教会吼有洗礼证书要来赠送互伊。来，好，抑阁有圣经吼，加迄个花。来调好。好。会使吼，来咱拍谱啊！来，请坐，请坐。请坐。下面咱抑阁有一个更新的，来请何心贵姊妹来头前。何心贵姊妹进前伫教会，伊伫咱的教会也受到咱兄弟姊妹的关心。伊也愿意来来行这个更新礼，因为伊已经伫教会有受浸，所以咱这个洗礼部分咱就无搁再进行，但是咱要入伫咱的长老教会，咱期待伊对长老教会的制度甲咱的信仰的根据有一个完全的了解，所以伊。因拢有上过迄个信仰的造就班，团队拢有甲因上过信仰的造就班。但即当阵要来行更新礼，来告别伊的信仰，来入伫咱的教会，咱有缘伫即个所在，牧师要来进行即个更新礼，吼。咱得到帮赞是倚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伫咱面头前的咱的姊妹已经受过洗礼，咱今仔日要来告别伊的信仰，来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所以主所听好心贵姊妹，你已经受过洗礼。必然伫主耶稣来成做伊的儿女，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互你，已经伫你的身上。当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承认即个信仰的告别，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定心誓约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见若伫人的面头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灵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所以伫即个所在就告别你的信，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诚实来应答我所问你的问题。头一个，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
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好，即当阵要来宣告，请咱兄弟姊妹做伙起立。宣告，好心贵姊妹，你伫教会内面已经受洗了。即当阵，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文山小会宽屏，接落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三甲亚头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阮感谢你，对好姊妹伊所喜乐的恩典，也感谢你，互教会对这个接纳伊就近上帝的欢喜。阮感谢你，因为伊会受洗甲信仰的告别，你互伊有份伫基督的体。阮感谢你。因为伊有得到信仰的培育，伫伊的生活得到好的帮助。阮恳求你赦免伊拢总的罪，伊即时要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伊，伊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血的时，求你互伊会通得到你的疼，来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用你对顶面来的能力保守伊，互伊永远属伫你，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我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有缘来请咱的小会员来行手礼来接纳。上帝祝福伫你的顶面，吼。好，咱有缘有一个证书来送互伊。哎呀，做伙伫迄个上帝内面吼，好，嘿，加一个火吼，好，来调好势吼，咱来翕一张相。好，来，咱拍拍啊！感谢主，咱有一位兄弟、一位姊妹今仔日洗礼甲坚信甲咱做伙已经伫主的内面，所以咱即当阵会通做伙来领受上帝的圣餐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359首，圣诗359首。在早上帝默示圣经359首，在早上帝默示圣经，要说恩典法度，到时就找圣囝降生，用死来开活路。咱坐咧吟，咱吟第1节甲第2节，咱吟第1节甲第2节。那请小会员来头前准备。在早上帝默示圣经，要说恩典法度。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三接受主的圣餐。请了主耶稣对凡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见若着磨担重担的，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三甲额头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遮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杯，互阮会通接受遮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社会员来服侍。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约完请小会员来头前服侍。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大概用这个杯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每一个人三甲地地做伙来祈祷。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
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所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呾以后通荣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做伙来念359首的第3节到第4节，359首第3节到第4节，请咱做伙起立来念。主。请坐，那个时间刚好疏会。这是咱来奉献。这是圣餐的奉献，咱为着迫害教会、羞辱教会来奉献。这是咱主日的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咱看到，请咱先来读今日的金句，伫周报第2面，咱来读2遍。担我的哀怨，算做赔力；我所受的责罚，较重伫我的土气。约伯记23章第2节。担我的哀怨，算做赔力；我所受的责罚，较重伫我的土气。约伯记23章第2节。咱圣经的分担，咱澳洲有2届吼，一个是新春青社礼拜，领唱是友志、苏礼、张恩新，苏琴、张信邦，献诗是友志、苏宪、张义如、柯冠成，招待柯冠成、张建团、张义如，音控彭调亮、张建团。后礼拜日领唱嘛是友志，苏礼是张益成长老，苏琴、张丁宪，献诗是友志，苏宪、张恩新、林宗豪，招待张恩新、张景元、张世新，音控彭调亮、周明雄，广告经理是黄团道。来州的聚会因为农历春节，所以原则上拢停止来州的聚会咱停止。新春礼拜主理是黄团道，第2礼拜主理嘛是黄团道，请咱家己来看内容。请咱先开第6面，报告的事项，圣礼典。本主日咱礼拜咱举行这个圣礼典，圣餐奉献是为着博爱秋雨教会来奉献。本主日受洗名单，成人洗礼是江炳和兄弟，健身礼是何新贵姊妹，愿主祝福因。第2，柯先凯牧师赴任。柯先凯牧师对2月21日要来赴任，要开始伫本会来服事，请大家注意。第3，手抄圣经诗篇，咱为着要庆祝释教130周年，有手抄圣经这个活动开始报名，总共有58个名额，若满额就停止。每一位抄写是2张4面，总共差不多1500字。2月21日主日下晡1點，柯牧師公開抽籤決定每一位會友要抄的這個範圍所以唔是咱家己揀啦咱來佇教會開始抄寫所以咱咧講有一個活動，就是教會抄寫這個聖經你迄講若寫會了，就再交會；若寫袂了的會使摕轉去慢慢來寫定伫3月14以前愛交會，準備伫3月31來終定。抄寫的地點，到時看天氣的情形，咱會閣宣布。第4，130周年紀念配合活動的小組的會議。本主日禮拜後12點半要召開130周年紀念的配合活動的小組的會議，請有關的同工來出席參與。第5，新春青社禮拜，本會定伫2月12日第初一拜5早起時9點
来举行新春庆谢礼拜。啊，迄讲是联合礼拜，所以华语礼拜迄个时间是无的。第六，结婚恭喜！咱恭喜杜伟汉弟兄甲杨佩琪姊妹，定伫2月15日拜一伫屏东顺利会里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主祝福。即2位青年拢是伫华语礼拜啦吼，所以咱伫台语礼拜较无看到。第七，130周年纪念特刊的消息通知，咱教会伫130周年有一个纪念的特刊，中咱留一个篇幅，就是要互家庭也是个人的相片的版面，所以提醒大家，伫新春期间，家族也是家庭会记得摄影做纪念到时，咱会使放入咱的纪念册内底。咱纪念册20年才做一本啦所以即届若无放起哩，后摆就20年后所以请大家注意。第八，订购即个姜的领处。就是配对苏马县教会内的老姜有订的兄弟已经到啊所以礼拜后会使到1楼的柜台来领取。请咱继续为着教会的具体身体欠安的为着因来代祷。嘛咱继续为着武汉肺炎来注意。以上今日有先来，请介绍先来。平安，这时咱来介绍一位新的朋友江婉瑜江小姐，请起立者，伊是咱今仔日生日江炳豪弟兄的查某囝，伊今仔甲爸爸同齐来，嘛欢迎你以后甲爸爸同齐来做礼拜，欢迎你。欢迎。好，咱来吟上言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好，歹势，393首。请起立来吟全首。全能稳定自在，万族称呼，感谢跪拜，白敬诚实，公义仁爱，尊严良善，直到万代。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将恁交伫上帝慈悲恩典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对即时直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上帝祝福。